哎，手机借我发封短信。啊，只能发一下短信哦。行，好，你坐着吧。而且 AI 还有一个破绽。什么 ？AI 破绽到底是什么？早期的 AI 做不到完全防水，所以他们会尽量避开。现在的前端型号倒是没有这个问题，但是你还是能让水底看到他们的破绽。有人吗？喂！它们被水淹没时会自动关闭模拟呼吸功能，不会像人类一样有应激意识、慌乱紧张。它们能在水底自如的眨眼、屏息，停留很长时间。夏长，是你推我下水的。为什么？我没想到你跟程杰一样捉弄人啊！随玉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；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隋同学，你这是刚掉进水中央吗？是，刚才我路过游泳池，被溅湿水了。既然上体育课要游泳，你们就应该多备一套衣服啊。因为我感冒了，不能下水。你赶快回去换衣服，别让病情加重了。去吧。谢谢老师。这倒是个好借口，你放学之后去他家一趟吧。我蒹葭萋萋。为什么？你刚才整堂英文课都一脸欠了别人好几百万的样子，想也知道是为了今天中午的事情后悔的吧？你去找他和他道歉，大不了明天还是好兄弟。宛在水中池，蒹葭采采。你是？阿姨好，我是随意的同学。哦，同学啊！玉玉，快，有同学来看你了。阿姨不用了，我就过来看一下，我还有点事。哎呀，不要了，进来吧。本来想让他多睡一会儿，还是早点起来吃点东西才有力气嘛。你先进来，先聊着啊，我做东西给你们吃。哎，快下来，吃完东西再走哈。进来吧。本来是丁伟来看你的，但是他报的篮球社有场测试比赛，所以我就来了。麻烦你了。
也帮我谢谢丁伟。我知道我做了很过分的事情，这样对你是不应该的。对不起，之前是我误会你了。我知道 AI 是不会生病的。长安，你没发烧吧？249，知道你的目的地吗？知道，3间曲区夏威夷路13楼7号。知道客户的名字吗？知道，江丽萍女士。好，在服务期满之前，我会给你新的指示。好的。OK， 现在出发吧。嗯。在我爸爸公司遇到的那个机器人，他居然比我更像人，比我更有感情，这很怪吧？小时候，爸爸过敏，还把你扔掉，幸好是妈妈坚持，才没把你送走。你知道，你也很想他，对不对？后来，爸爸还哄我，要给我买一个真的电子狗，和真的小狗一模一样，比它更聪明，也没有那么多的毛。可是，电子狗怎么能和你相比呢？它的感情都是假的，我很后悔，没有给你取名字。因为有名字的才是真实的。你是说那个教室的 AI 跟我长得很像，所以你才怀疑我的？你知道一个人和我长得很像的概率有多小吗？主要是太巧了，出事那天刚好你也不在，而且你对大家都很好，好像谁惹你也不生气。所以那天吃饭你找我茬也是这个原因咯。我是觉得你不是故意的，所以我才没生气啊。结果你试不出来就把我推泳池里了。推泳池是我以为 AI 进水之后会有破绽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跌到水里之后，它会关闭它们的模拟呼吸生理机能。还有上次你脱衣服处理那个的时候，我还以为那是你的开关呢。
你说这个呀，这个是小时候被烫的疤，你要不要来试一下，看我会不会关机？你来试嘛。骗你的！玉玉，让同学留下吃完晚饭再走吧。不用麻烦了，谢谢阿姨。他叫夏长安，和丁伟初中时就认识了。丁伟就经常来找我打篮球那个丁伟。你叫夏长安，对，你爸爸在RE工作，你妈妈是袁和晴是吧？你爸妈不是把你送到国外去了吗？他们在国外的项目结束了，爸妈就回来了。玉玉，送完同学早点回来，外面天黑。阿姨再见。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？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我爸爸之前是RE的研究人员，我妈妈也在RE待过。2年前，我爸爸去国外研究一个 AI 项目，那个 AI 不仅高度拟真，而且心理层面也有自主意识。当时妈妈极力反对，她说 AI 就应该像 AI， 不能像人。但是2年前，爸爸去国外就没有再回来，妈妈因此辞去了RE的工作。这件事情本来叔叔阿姨出车祸的时候，我就想告诉你的。是吗？那怎么不说？只是当时觉得跟你不熟吧。所以，谢谢你今天特地告诉我这件事情，也谢谢你愿意不计前嫌，还把我当哥们儿。那阿姨有没有跟你提起过送001这个事情？郭敬明同名小说改编，《幻城》乐视视频即将开播。